按照食安法第28条第1项，罚4万到400万，这是我们在稽查的时候有依据的法条规定。那规范的对象就有餐厅、美食街、早餐店等，便利商店、超市、卖场、量贩店摊贩，以及大众运输系统休息站内承受食品的商号店面等等，这个都是我们稽查的对象。为了台中市民的健康，我们在这边还是郑重呼吁，我们这些禁药都要零检出，才是我们市民之福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有关于美国牛肉跟猪肉的进口的议题，经过这几年的谨慎的评估，现在我已经责成我们的相关部门，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，依据科学证据、国际标准，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，以及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。这是一个基于国家经济利益、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。台湾的经济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，我们必须掌握战略机遇，在台湾为台湾推开障碍，打开活路，走向全球经济的新舞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的力量，我们必须跟世界各经济体加速连结，尤其是跟我们最坚定的战略伙伴，也是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强化连结。台湾是美国重要而且极具关键的贸易伙伴，台美企业间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，但不可讳言，因为我们的相关的法规尚未跟国际规范完全接轨，成为台美经济进一步合作的障碍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够在美猪美牛的议题上跨出关键的一步，将是台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重要的起点。未来，我们的经贸战略可以更灵活、更有力地展开。对于这2年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以及疫情冲击的产业，特别是传统产业，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。不过，人民重视食安，这点政府很清楚。对于未来美国牛猪肉的进口，跟大家保证，政府会做好安全把关。我们会强化进口肉品的检疫跟查验，我们也会落实食品标示的规定，清楚标示食品的来源国，提供消费者充足的资讯可以选择。从散装的食品和包装的食品到零售市场，从零售市场到餐厅以及便当业者等，未来都必须让消费者得知完整的食品资讯，来确保食品安全。现阶段国产猪肉的市占率达到90%，竞争力也在持续的提升当中。但是我们仍将设立100亿元的养猪产业基金，确保我们猪农的收益不会受到影响。我们也会努力提升养猪产业的竞争力，让台湾养猪产业在战胜口蹄疫跟非洲猪瘟后，走入新的里程碑。目前猪肉已经可以出口到新加坡跟澳门，接下来我们会倾全力打开更多的市场，让更有竞争力的台湾猪肉可以卖到全世界。有关美牛美猪开放进口的议题，在食安上，我们是科学证据、国际标准清楚标示，这个就是我们开放进口的原则。在产业上，保护猪农收益，提升国产猪的出口竞争力，打开国际市场，就是我们的目标。